喂，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我係灣區判官啊！今集判決，判官帶你嚟到江夏卓越中心北管士林鮮記雞煲，記住睇片之前 subscribe 灣區判官。星期五夜晚收工，福田口岸10分鐘就到江夏卓越中心。喺福田口岸打車或地鐵都一樣方便。今日星期五好似都唔係特別多人，一路過嚟都幾順暢。去到之後發現，其實星期五夜晚唔係咁多人，可能大家已經玩厭咗呢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出發去北館。慢慢行過去，見到好似冇乜人。唔知大家係唔係留啲精力，聽日先出動？判官都幾鍾意人少嘅感覺，舒服好多。門口見到好似最開心係學生哥，冇乜壓力。入到北館第一件事，當然係探貓咪先。圓碌碌貓咪等緊我哋，佢字到不得了。講返我哋今晚主角林鮮記雞煲，始創於廣州，以走地雞加秘製湯底聞名。雞煲有2款無花果雞同埋石腩雞，仲有招牌紫菜海鮮炒飯，人均約98人民幣。你話抵定唔抵？睇到其他店鋪都唔需要排隊，點知轉個彎見到要排隊。本來以為唔使排，原來人人都嚟試。咁我哋就堅持等久等必有回報。等待過程中，判官就先睇下菜單，點好菜就到我環境係幾骨節，就係判官覺得有啲熱。首先上咗2部插觸電嘅風扇仔同埋醬料，醬料台上擺滿醬料唔夠可以去添，有醬油、黃豆醬、薑蓉、沙薑油、青檸。判官最愛青檸加薑蓉，止辣又醒胃。上菜好快，但雞煲要等廚房煲滾先出得過體。雞嘅份量都幾多，會分開雞骨、內臟、雞肉。呢個腐竹好特別，表面有層唔知咩黃金閃閃。等咗20分鐘，終於上嗰陣熱氣同香味一齊撲面，似入咗迷你溫泉咁。先落啲雞骨煮下先。佢有個牌話，你知每樣材料要煮幾耐？牌話雞要煮15到20秒。判官提議，可唔可以慳位加個計時器？飲咗碗湯好正，清甜又滋補，即刻開心晒。事不宜遲，即刻落雞試下。落雞。跟足指示煮15到20秒。哇！呢個雞呢，薑葱豉油香一齊攻入味蕾，好食到我差啲叫出來。雞皮滑彈帶焦香，肉質澎湃，好似煙花爆開。重點係啲雞肉真係新鮮到彈牙，判官都忍唔住連續開餐。跟住落嚟，我就係咁落雞，食雞，完全停唔到口，都停唔到手。雖然店鋪唔係好大，都好多人，味道確實有驚喜。平時判官幾鍾意食椰子雞煲，食完呢個覺得真係多一個選擇。不過佢哋仲有好多其他小炒，我都未試。
落埋呢碟靚嘢先，真係食到完全停唔到落嚟。腐竹同白菜菜吸晒湯底精華，入口香甜兼備。唯一小缺陷係頭白飯冇晒，想要多碗都冇食到，停唔到口都冇得加。兩個人食完只係177蚊，性價比合理，環境乾淨，風扇夠力，湯底有驚喜。入飽飽之後，再係附近過下，陪女郎行下 KKV。呢間 KKV 真係好大，咩都有，女郎就最鍾意睇呢啲嘢啦。哇！原來我都啱睇，真係估佢唔到。又有公仔，又有手板，仲有藝術品都唔止。仲有日用品、首飾、零食，真係大人細路都鍾意。飲飽食醉之後，就要同貓貓講拜拜啦。唔知點解佢飲啲水係黃色嘅。最後我哋係停車場係塞咗一陣間，開車去福田口岸簡直暢通無阻。跟住嗰個咩啊？請看一眼這個光輝都市。總結判決：環境3星，味道爆星，性價比4星。判決結果：林鮮記雞煲。你同我一樣食厭咗椰子雞煲嘅話，可以試下，真心覺得唔錯嘅。Like 加 Subscribe 灣區判官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